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2020年是我哋闽南良都国小100周年的日子，因为100年的校庆对于良都国小的师生来讲，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时，伊哋嘛为到也100年的校庆作为一个主题歌曲。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伊係良都國小的教務主任黃主任，同時伊嘛係一位校慶的主題歌曲的作詞者哦。我哋馬上歡迎我哋黃主任嚟到現場。主任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良都國小黃鳳昌。黃主任好，頭先我哋一開始都講，我呢度我哋一100周年的校慶要做嘅主題曲，呢個主題曲嘅名係乜嘢呀？按照茶當山嘅風，茶當山嘅風，茶當山嘅風嘅意思都講，其實我哋良都國小隔壁都係茶當山，係咪？係，都學校後背有一座山，都按照茶當山，也係闽南最有名嘅山啦。學校都喺山腳下，都山腳下，明日山當吹下來嘅風，有嘅時節佢溫和，有嘅時節佢涼，颱風來嘅時節嘛佢颱風，但係都一個風咯，都明日評論良都國小。但我想問一件事情都講，因為做乜嘅上個講我聽我哋100年嘅校慶嘅時節，我想我有一個主題曲也有一個想法。想講啊，嗬，100年那100嘛，喊100唔係來叫嘅，係想講啊，也既然係一個按生態嘅發通，係有一條歌來紀念一個發通，也唔會差。茶當山嘅風，吹向學校嘅老師中，草叢村英雄，太師學講小可。親愛嘅朋友，俺多年過都好麼？跳擺欣賞高嘅還記得麼？一種態度香港一統，人生又苦又快樂。親愛嘅朋友，俺多年過都好麼？跳擺欣賞高嘅還記得麼？又喊歸來坐了看看，享受茶當山嘅風。欣賞高嘅還記得麼？一種態度香港一統，人生又苦又快樂。親愛嘅朋友，俺多年過都好麼？跳擺欣賞高嘅還記得麼？又喊歸來坐了看看，享受茶當山嘅風。因為有一條歌嘅話，吼，大大細細都可以唱，吼，發動嘅時候嘛可以唱，以後嘛可以唱，吼。不是等於講，紀念也為100年嘅校慶嘅時節，有一條歌真係都可以代表幾多嘅事情。但是問題係，做一個詞嘅部分，即係當初去寫嘅詞嘅時節，你係運用嘅心情，無論運用嘅角度去寫嘅詞。其實我寫一個詞哦，寫過久，因為一直看嘅呢，路條地方都看嘅呢，所以。好多人都問過，梗係嚟訪談一個教育會因為過去一直以來也有去做教育訪談的嗰事情嘛，所以我都問過啊，梗係嚟此每年可能是研討擺提學講上課嘅心情，也係研討學講用嘅咩古咩怪，都梗係就研個同樣的事情給熟悉起來，給可能是。可以變成一個歌詞的一部分。另外同時也講啊，因為教育很多嘛，我們講我還是嘛經歷沿相同的年代，有啲人係自己同樣的經驗咁樣啦。所以都最後都喺1年前差唔多都將個歌詞寫好。佢哋都適合到唔知個訪談嘅嗰度教育啦，唔知個經驗啦，萬事他個人咧最上最好那參來參去，但是留下最好嘅一個回憶，寫喺條歌詞裏面。
因为这样的安尼果实真的他也会，如果这一年都看那个，这些弄个蛮些果生发啦。那像安尼，伊咧安发拍和安神东的伊个果子，最末歌曲唱完以来啥咯？啊，其实吼，一个词啊吼，当然词吼都係有下一部分啦。當然要搞本專業嘅人，所以安尼啊啲，係錯，所以安尼啊啲吼都講安尼教育地部有一個金曲獎嘅安尼歌王啦吼，都羅文義，所以我都免講，既然安生態嘅事情吼，係有搶到伊就向下來參與吼，伊嘛一個個相得益彰啦，都講教育可以參與嘅事情。都加個有意義嘅吼，所以伊接到一手機就是伊馬上都答應，所以也個夾吼，都剛係畢業歌詞在修啊，加上伊一家修改部分，曲加個夾都做出來，伊當初都免講啊，一個歌曲地位吼，應該要有聲音嘅聲音，所以伊在寫一個安尼曲嘅時節，嘛有考慮到聲音嘅安尼音歌嘅條啦，所以都完成了一條安尼紀念歌。因為條歌吼，唔單止喺歌詞看來佢發發，其實我曲彈放落其實嘛佢強快啊吼。所以說其實安尼，歌詞那本加上作曲做好以後，你哋有一啲公開嘅一啲發表會嘛？有，安尼有排出一個時程，包括羅文義自家也有啦。如果也個咱哋都講，因為拄好發行一個安尼一個學年嘅訊息。所以個人嚟講，假如一條紀念學校100年過後，抗疫也專輯地位，所以都順勢做一個宣傳。發行之前，安尼都有安排，安尼內地嘅發通地位有個很多教育專門家，安尼都會邀請各行各業嘅教育部來同學弟學妹吼分享因各行各業嘅安尼嘅生活嘅甘苦安尼啦吼。其中一個都係羅文義。伊就帶兩耶穌歌嘅，來跟聲音嘅，都先來宣傳樣嘅啦，另外都講啊，也專輯發行過後，伊又來到又再歸到兩度結社提太草場方不單止結社嘅學弟學妹，而間隔壁嘅兩度結種嘅學弟學妹也邀來，都有一個鬧熱嘅一個專輯嘅發表會，再過來都會高興嘅當年嘅時節，安尼教育子呀，也慶祝台灣，伊攏有過來帶通一條歌嘅。嗰時等於我一條歌嘅開始做起以後，其實伊迄發揮當年嘅力量，唔單止講你作詞嘅時節，馬上訪談幾多交友，馬上有幾多人去參加嘢東西，也要歌曲嘅一個完成，同時也歌曲完成以後。伊嘛幾多年佢話去參與，去把一條歌嘅，真係講人哋講傳唱出去、傳唱出去啊！所以我哋對上一時嘅節目都，也是嘅節目地方，我哋提供，其實呢度有咩100年嘅教訓啊！我哋真係發揮到精神。但是看放落其實也發通真係辦得幾好，但是我想問一下講，當初在拍嘅時節有多困難？困難當然有啊！因為安尼唔係提學講唔係像拍樣嘅發動，安尼同時還是會。教育局嘅行政工作，安尼還是同時要應付聲音嘅教育工作，安尼還是正常進行。所以第個也係呢，額外多嘅嗰度嘅減壓嘅工作。聯絡嘅過程當中，也喺期盼嘅過程當中，如果去沙期地位做宣傳啊，都會遇到嗰度困難。但係有啲人看到學講。大家認真也嘛個願意配合啦，個願意同人哋合作嘅最大問題還是遇到疫情嘅冇問題嘅問題，不然你一條沙條咧掉嚟掉去嘅，講嚟講去講掉個久嘅。看放人哋發動表現出來是真係幾好，但是你看想看啦，你嘅前提前恩師要花一段時間，能用嘅去把佢拖出來以後，慢慢的一啲拖出，讓真的是請到一啲人。同時你講，你要按照你的相片，第一你要從不慢演一直整理，慢演一直表上去，就真的是感人嘅工作。咁像你講，你看前一年都開始嚟儲備，等於講，嗱你按嚟講啦，前一年都開始嚟加班嘅啦。
所以如果安尼嘛，佢幸运讲吼，安尼提早走啦，提早走。啊，另外一方面都讲吼，安尼认真，所以大家看到感通也会加入来。过来都讲还有个老天爷佢照顾人咧，虽然有本疫情调度，但是安尼最重要发通的时间，不然能够顺利的盘下。而且我想到讲，这个有想到讲一件事情，你讲其实可能你这虽然讲係啲教育嘅工作上哈，以前嘅工作，我哋講以前嘅工作嘅範圍都睇學校地方，但是因為開始攀入嘅百年嘅教訓嘅時間，你開始都係接觸到我哋嘅教育，我哋沙期地方認識，甚至係接觸到日本嘅以前嘅我哋嘅日本嘅教職人，但係如果無形地方，因為人嘅能學校把人嘅儲備嘅工作做為安人民嘅關係。其實慢慢等於全部放入來，個中央把我哋呢那點發動做下以後，它可以呢一種我哋講回響太猛。攀起過後吼，可以講行到來講嘅吼，它可能弄用中醫來嘅，不然能夠太鼓勵啦，不然能夠太鼓勵。係個尤其透過媒體嗰度有報道嘅時節吼，它可能感覺因為安尼。宣傳的一年呢大八仙打的一年呢，所以最後嘅呈現的結果也唔會差吼，所以受到嗰多年的肯定啦。其中吼還有一個本來佢感動嘅都話，安尼睇拍過後吼，拍的當中吼有一種錄像片，有一個3個細阿妹喺跳舞，其中有一個有來。有一個有來，後來我都對一種相片改有興趣，因為我唔知講其他兩個人才嘛，見過一個有來嘅阿媽阿婆吼，伊都講伊係有同一兩個聯絡，所以百年交慶過後吼，安尼都透過一種相片，跟一3個阿媽吼再喊過來，安尼又拍一個百年交慶之後嘅歡迎會，也個發動也本人佢睇非常佢感動，有3個同學吼也已經70-80年冇見面咧，也嘛係呢因為百年嘅交慶意外吼間人3個人在接手來，安尼請人過來拍一個歡迎會，係咪能提講一種相片？代表意義係啲乜嘅？原來也係呢6年前嘅時節，有一個日本先生帶人去做人嘅海軍嘅基地，因為佢係會太戰嘅嘛，所以有一些老軍嘅意思啦，佢帶人去表演，所以有段故事係要計重建起來，所以也嘛係呢一個百年交慶過後一個本來佢睇嘅感動啦。對廣東人來講啊，還是嘅朋友，還是同學，可能畢業以後都冇再來去，也冇想到伊啲百年嘅交慶，80年後又把伊哋放開來。有時下我哋下我哋買嗰度嗰件細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嘅，上到節目我哋來賓來自高雄美濃龍都國小黃宗彥同我哋講，伊攀係百年交慶嘅這個嘅想法。我想請問一下，其實龍都國小其實以前對有講學校，其實從之前嘛有一啲算是農業補習學校，再變成講學校，它變成我哋廣府以後嘅一啲國民國小嘛嚇。以前怎麼會變成一啲農業嘅補習學校？開始係呢共學校啦，共學校嗬，後來都因為嗬，其他台灣人也好，有一個美濃人也好，佢從事教育嘛，而嘛希望也子弟可以再繼續升學，然後農業補習學校都因為嗬，美濃地區係呢以農業為主，農業補習學校主要都係培養個現代嘅農業嘅知識係呢啦，也本小共學校畢業嘅新人嚟，可以繼續升學嘅，所以
安尼摕嗰度福教嘅相片底背吼，就看到嗰度生意呢，哦，有位师傅，也係種麥嘅，也係熟煮嘅，啊，甚至嘛有熟安尼奶牛、乳牛，甚至做一些堆皮嘅的吼。但是我哋地方其實龍都國小以前2005年嘅時候嘛，係變成我哋全台灣第一個神農教育嘅一個國小嘛吼。佢像我哋精神係咪當初嘛係希望講聽到我哋以前前輩嘅一個精神咯。安尼當初看到按到頭擺嘅呢學長學子吼，摕去田方做事，吼，摕學講地尾我有一個農業教育，安尼已經團迄個久誒，團迄個久誒，後尾有機會嘅時節，安尼買來分野下嘅生意呢，因為幾項安尼感覺到2005年幾下生意呢，吼，雖然講以明日行路來講嘅時節，也以迄個地方嘅蔬菜吼，攏嗰度禾田，也嗰度農作，但係伊攏無機會去接觸，所以安尼都免講啊，甲後尾學講來推行也個農業教育，一方面本農村嘅生意呢，嘛可以再一次接觸一個體內，便了解一個食物係點樣嘅來。另外一方面跟填係按多年嘅農業教育再給接上來。因為神農教育更加講法了，它個原因嘅底係乜嘅意思？你提供即個我哋食嘅東西對內來嘅，我哋對食物農業用嘅變成我哋食物，但是2005年其實差唔多嘛係15年前嘅事情咧。其實對幾多位鄉下人來講，其實我哋嘛係食物啊。佢其實爸爸媽媽冇因為講，我是你但係細年是不去讀書嘅，我要睇學校地步要睇教農業，冇想到冇晒。喺我細年咧喺個畢業時咧，一同係我做農事咪咯。其實家長嘅反應係樣嘅咯，其實咪記得。大部分嘅家長是認同嘅啦。如果話伊自家己係啲農家子弟，但係伊其他廿細年咧冇辦法去接觸一個農土地伊嘛感覺到有一些可惜安尼。但係也有少部分都聽主持人講嘅，因為來到學校都愛學英語、數學、英文。唔係學一條東西，但係安尼啲想法都講對生意嚟，對野外感恩，必須要去了解講野外平常用嘅辛苦，傳承熟生意嚟。相同嘅，我本身要了解一個食物係啲用嘅珍貴，必須要去了解講伊嘅生產嘅過程係點樣嘅。所以安尼對一個出發點來講本家長談。也講本生意嚟談，像一個神農教育，都慢慢的，那是大家有漸漸的認同嘅。咁相對於我哋講喺農莊嘅學校嚟講嘅話，其實你哋喺神農教育嘅部分嘅話，你哋喺推行用嘅一個課程內容。都一年當中安尼大部分談論當地嘅農業嘅節奏啦，比如說春天安尼都濕禾嘅。都會秋冬嘅時節，安尼都來種菜，種嘅東西唔係單止像種，也係講去勞動而已，安尼係會設計嗰度，可能一般農民嘛唔會學到嘅，譬如講安尼會帶小朋友認識禾田地部嘅生態，嗰條蟲嘅很多乜嘅蟲嘅，而係太自然講。扮演嘅某個角色，一個調嘅，一個禾田地部嘅生態系，甚至講到料理嘅部分，蘇省過後一樣來料理，料理除了講安尼傳統比如米，安尼會做嗰度拌嘅以外，後面有冇相同嘅料理方式，甚至講其他有一段時間嗰度東南亞嘅新出名來，新出名沿用嘅來料理嘅米，安尼後尾買來學習一下，所以聽講一粒米其實安尼要帶出一個國際的視野，太自然的視野，所以安尼一個農業課程其實唔係像安尼看到傳統嘅農業都耕田、蔬產、麥，樹葉，唔係單純安尼，搞去嗰度
嗰度知识性的东西，也係講啊文化性的东西。对于嗰度神农教育来讲话，其实如果教生人呢，提供用的食物的生产的过程嘛，就比如用的种啦，用的树上，但是唐东啊的王中人的分享里边，都发现讲，一种地方其实唔单止种。嘛，提供无地方可能我有乜嘅无向我创的啦，吼，还有啊，人咧钓嘅其实唔咩来生啊，人咧无可能迄个是来创嘅，天东啊人来讲嘅天数嘅，同时，你生产就变成米以后，唔单止做行业嘅班咧，我嘛做我哋而家其实嗰度我哋新出面咧，可以自己嘅食物。咁我想問講，想睇中一部分，唔都會很生意嘅實體啊？有，你說實際下杯。夏天去使我，甚至全高成年的1年生到6年生全部會下去，1年生都學教啦，學教，2年生也相同，都每一個年級因教都因會啊，到6年的時間，到6年生的時間可以做師傅嘅，對吧？咁你意思等於講2度嗰時，即係有一塊田啊？你一開始的時間係學教地杯教材人。然後1-4塊啦，後來過後，有計劃支持，能都去未上嘅，其實也隔一條路嘅啦。佢下因為農村嘅人口啊，高齡化咩，嗰度收緊嘅，所以人都計漂下來，一開始漂2份。漂2份出來，真是2份啊，起太哦，2份起太呀！我想講，2份真是冇簡單嘅，真是2份都全部用人工田先嚟施啊，嚟施我呢，真是都試過後，發現也唔會差，種出來米，但係人個強調都講啊，人係你健康嘅，
欢迎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我哋来自高雄美浓良都国小王宗英同我哋分享讲伊哋神农教育嘅过程。想想摸一下哦，其实喺美浓来讲嘅话，除了能看到好山好水以后，其实我都发现到讲水准其实喺美浓係一唔單止係一個風景，然後其實嘛係一個最重要嘅關於一個措施。加上水準來講嘅話，容易唔單止教為本地嘅一個教育地位。好，對於個水嘅教育吼，安尼啊一直佢有興起去推動啦吼。啊，尤其安尼推行業嘅神農教育，農業同水安尼怎麼有關係嘅嘛？所以安尼都聽講到嘅吼，安尼唔單止將教員路通。也安尼也會帶新人嚟講，咁安尼講開水用嘅來嘅，所以安尼也曾經帶新人嚟去潛入嘅水源頭，潛嚟潛去都發現原來良都地區嘅水係嚟自做嘅門發電廠，有個發電廠水利發電廠嚟嘅，發電廠嘅水係嚟攞農海來嘅，而發電過後有個水土流良都美濃各地區嘛。因為有個水嘅教育嘛最重要，所以係能睇學校推動一個環境教育嘅時節都去加一個水準移埋到學校地位來，甚至間原來本身係呢水內嘅父母內嘅水準嘅考核落去，變成一個恢復係能頭擺嗰種自然嘅水準，加一個水準水引入來過後。也生態都冇相同嘅，甚至生出來嘅植物啦，也係講本身人嘅下雨高啦，嗰種感受都冇相同。也係喺本身人嚟講，一個水準用嘅流，最後又會流下嚟去，你也要做一個安尼水池也水池係你來強化安尼嘅化糞池，你用做呢都講水引入來。跟化糞池的水，該儲都有個水池地位，該稀釋過後，再經過一層一層的過濾，因為每一個水池地位有植物嘛，就會強化也對安尼化糞池的水，嘛本地小朋友啲講安尼雖然會製造嗰度污糟的水，但係安尼可以利用一種大自然的。水啦，也一個大自然的植物，嘛可以將一個水再偏強，再流入大自然，變成一個水的一個循環的教育。等於你講，其實對幾多個生人來講啊，發問好多，神農教育我提供食物很耐來嘅，但是有幾多生人來講，你講水係咪都水龍頭開嘅，如果有水出來，其實對幾多個都市嘅生人來講嘅話，伊嘛唔提講水可能最後都對我哋出來水廠過來嘅，但是。其實唔係講，其實我哋水最源頭還是河壩嘅。嗰時講唔單止講水嘅資源愛歸充，我哋講愛歸珍惜我哋水嘅資源，同時也俾水嘅資源嘛可以重新再俾人利用嘅。嗰時像我哋水嘅一個教育地位，對成人來講，唔一定講係最大嘅一個教育嘅意義點啦。人最重要如果利用大自然。那但是對大自然的嘛，我有一個尊重，都像過去其他人都可能將會利用，但係可能冇去保護，冇去負責嘅保護嘅經驗啦，所以讓造成經過到環境嘅問題，所以你如果睇嘅教育嘅源頭如果你個食水都會擺水源頭嘛，所以如果你都睇嘅感恩嘅教育嘛，水用嘅來嘅，甚至講從美濃嗰度水成8公，有個8公都係舒服水嘅，所以你嘛會講睇到有個水準去擺8公，都一個感恩啦，天意都講你會養成一個附近嘅地球人。因為對我哋嘅節目多見解我哋會發現到講，其實良都國社會一啲教育嘅想法，其實係把我哋教育嘅面向打開來。所以當你講我哋教育嘅一啲現場，唔單止聽我哋嘅書本，聽我哋嘅教學地方，唔但嘛盡量把聲音咧俾放出去接觸到大自然，學大自然嘅一啲精神。從這個係一啲教務主任你這個開始嘅指定也會
高峰木皮嘅時節，但有一啲木皮，冇講一啲過程，冇一種算是一種改傳嘛。12年課綱，你講12年課綱底部有一個很多校訂課程，高聽課程。啊，也佢都會講一講學校可以即個安排，學校嘅特色嘅課程。啊，像我哋學講個特色嘅課程，我哋都會請沙期有乜嘅資源，好，有需要乜嘅，有來到係你部分係你必須不係你4年嘅認識嘅。好，所以我哋學講都策劃嘅，比如食農教育、生態教育、客家文化教育，好，都變成3名元素合起來，變成我哋一個我哋學講嘅特色嘅高聽嘅課程。係我點嚟有一句話講，客家里山俗，哦，耕讀天地書。哦，你其實一句話都真係都歸出切嘅都講到頭多，我哋咧主任講嘅，我哋咧食農、生態，還有客家文化。像你這個安尼行過來以後，唔係因為講也係一啲目標，還是一啲改傳咯。係講先有食農、生態，還有客家文化，還是講一種也三個元素同時會睇你哋嘅教育地方。也3名元素會同時睇安尼亞門課，係安尼有一門課都很多兩度離散啦，係都喺度認識安尼兩度也3個特別嘅一個教育基本嘅，然後也講只要離開教室都可以接觸得到嘅，但係都要線上帶入去，所以安尼都會發展也個客家里山書、耕讀天地書嘅一個課程。但是伊聽我問到你講，其實有安尼目標嘅吼，唔是冇學細人嘅學到，冇你講細人嘅經過廿個課程以後，伊最尾可以學到某個東西。那像吼，安尼睇下個資訊爆炸啦，也係講啊，每一個人離土地越來越遠嘅年代地步吼，安尼會非常安尼閒適嘅時節。安尼我對土地有感情，我對安尼嘅家鄉有感情，因為安尼係先當睇一個大環境地位，佢自由自在地嘅交流，安尼見佢重要目的都講啊，一條聲音咧已經本教室扣嘅個叫嘅，本業愛扣嘅個叫嘅，係咪利用一個課，安尼間帶一條聲音出來，再同安尼土地接觸，我係相信而。喺他成長嘅過程當中，伊會留下嗰層嘅記憶啦，吼，就像伊可能會像職業一樣嘅，有一條線，會踏落去，就講伊大嘅時節，伊還會回想到伊還是曾經喺下做過食農教育，認識生態，認識客家文化。因為我哋真係辦這個好多事情，其實喺個大嘅時節都發現到，這是小學嘅時節嗰種印象係最好嘅啦。因為今日我哋現場地方有幾多帶來我哋主任帶來嘅東西，我哋會同我哋觀眾朋友設計下，跟米都頭先我哋講嘅生意嚟種嘅米咩？係，你這個品牌很多兩度米啦，兩度米。係，不過某個時節我開始我哋講標售啊，標售。其實我哋也冇講啊，唔係主要賣啦，主要講啊本身人哋一些回饋，所以我哋會限量賣，但係。可能一開賣個價都買起來，就是稀有珍品龍度米。係啦，咁大下咯，但係其實佢定實個嗬。係，也可以做安尼生意嚟做些時節一個頭巾。保溫用件啊，保溫用件，當個下同心合作。咁前面啲農人，你看到有中間有服務起碼咯。係，也都會因為兩度國際後背都有一座山嘛。後山都係安尼咧生態教育嘅基地啦，也個都係安尼講嘅子母豬，安尼講下話咩雞母豬，也個蓮蓬吼都好講有一個蓮花池，也係日本時代開始嘅，而明年5年咧都會開發，開過後留下來蓮蓬，都會拿來做一種藝術創作，像個樹嘅嘛係，樹頭嘛係。都後山的多許的樹誒，你都可以削開一片一片，拿來本身人嚟做一創作。
前面个树立的树立的影响呢？嘿，从安尼，如果安尼唔单止钢铁啊，嘛会做文创啦哈。如果树立的安尼嘛可以发挥一些创意啦哈。当过修技术师，金穗童年，耕读童趣，修爱图莫相同，做些做一类都各有理的哈。我相信好观众朋友看今日节目以后，一听我等下嘛讲到，一个文创品。那片可以买到，你有想到讲，因为你看我哋现场摆出来，唔单是米啦，吼限量米，吼拿唔到嘅头嘅我哋嘅用件嘅啦，吼还有我哋拿唔到嘅树立嘅啦。你有想到讲，其实良都嗰時候多見嘅位置嚟講嘅話，以所以嘅品牌呢，有想到講，還把它做一個文創品喎。係想。也練習下，也練習下來，都啲個良都其實已經規模限嘅。安尼總統都全高都6萬嚇，先生12嘅，所以就發通已經規模限嘅，所以冇辦法做生意嘅。但係一種有創業時間，人哋再繼續來研發啦嚇，但係。生意部分可能都冇再繼續做啦，但係各位分享安尼咧，觀眾朋友同安尼支持。伊啲100年嘅良都國小，睇100年裏邊培育嘅幾多人才，同時嘛用伊嘅生農生態，還有客家文化行業，下一啲100年，我哋今個感謝我哋中醫老師，我哋現場同你分享安多年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